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啊，希特拉同墨索里尼嘅軸心國聯軍可以話係橫掃咗成個歐洲，但係就偏偏攻唔入呢一個地中海小島。呢個小島抵受咗超過3000次嘅空襲，佢就係人手獲得一個佐治十字勳章嘅馬耳他。嚟到馬耳他系列嘅最後一集啦，繼上集講到1565年馬耳他被鄂圖曼帝國圍城戰之後，1940年又再一次俾人圍啊。今次嘅敵軍呢，就係軸心國嘅德意聯軍。點解要打馬耳他呢？都仲係嗰一個原因啊，優越嘅地理位置。馬耳他坐落咗喺西西里同埋突尼西亞中間，係一個對軸心國篤眼篤鼻嘅一個堡壘。對英國嚟講呢，馬耳他唔單止係一個殖民地，更加係連接住直布羅陀同埋埃及亞歷山大港嘅一個中間點。所有要經過蘇伊士運河，由歐洲去到印度，穿越遠東航線嘅船呢，都要經過呢一度。喺20世紀30年代，歐洲嘅局勢動盪，意大利喺墨索里尼統治之下積極咁擴張，而墨索里尼本人亦都好想喺地中海興建一個所謂嘅新羅馬帝國。但係對英國嚟講，馬耳他似乎同香港一樣，都係咁難防守，因為馬耳他距離意大利嘅本土咧實在太近啦，暴露咗喺義軍嘅轟炸機航程入面。英國嘅軍方亦都認為，如果馬耳他遭受到攻擊，佢根本就冇足夠嘅防空火力，亦都唔夠兵力咧去抵擋大規模嘅登陸行動。英國政府亦都預見咗戰爭嘅風險，所以就將皇家海軍地中海艦隊嘅總部由 Felita 搬咗去埃及嘅亞歷山大港，淨係留翻幾艘潛艇同一艘舊型嘅岸防艦恐怖號作為一個象徵性嘅防守力量。不過咧，英國似乎都係咁樣啊，次次話想放棄，去到最後一個 moment 啫，都會想做一啲補救。喺1939年嘅7月，英軍咧就開始加強防空嘅設施，整多啲高射炮啦，但係似乎就唔夠抵擋即將面臨嘅空襲。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英國同法國咧就即刻對德國宣戰。意大利一開頭係保持觀望嘅態度，但係佢嘅野心已經係昭然若揭。英國嘅政府咧一度擔心墨索里尼如果加入戰爭嘅話，會對形勢相當不利，所以喺1940年5月，法國即將崩潰之際，法國嘅總理雷諾就同英國提出，如果可以讓出馬耳他，或者咧可以換嚟意大利嘅中立。呢一個提議喺英國嘅內閣裏面咧展開咗激烈嘅討論，但係咧首相丘吉爾再次用出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呢一張牌啊，堅決咁樣反對割讓馬耳他。佢就強調啊，我哋絕對唔會用領土作為安撫暴政嘅代價。1940年嘅6月10號，法國嘅戰線終於崩潰，意大利咧亦都決定出手。墨索里尼對住英國同埋法國宣戰，幾個鐘頭之後，馬耳他嘅天空就響起咗第一次防空警報。講故事之前帶大家去行一行個博物館先，呢一個咧就係位於比爾古嘅馬耳他戰爭博物館 The Malta at War Museum。佢全面咁樣記錄咗馬耳他喺二戰之間嘅經歷啦，由前線嘅軍事防禦去到平民嘅日常生活嘅一啲文物咧，都係展現咗出嚟噶。包括有啲軍服啦、武器啦、勳章啦，亦都有啲係平民喺戰火之間留低嘅個人物品。咁除咗戰爭本身之外，博物館咧亦都有一部分係講當時平民嘅生活面貌，包括戰時嘅糧食配給制度、臨時廚房，同埋居民點樣喺物資短缺嘅環境裏面掙扎求存。其中最特別嘅咧就係呢一個位啦，就係佢地下嘅巨大防空洞。咁呢個防空系統咧係由當時嘅馬耳他居民一手一腳鑿出嚟㗎。喺堅硬嘅石灰岩下面啊，曾經住過超過100個居民。我哋今日咧戴個髮帽、戴個頭盔咧就可以行入去啦。不過入面都幾窄嘅，大家記得小心睇頭，唔好整親啦。入面咧有當年嘅生活區啦、臨時醫院、工作間同埋一啲小型嘅禮拜堂。咁就一路行一路講埋之後嘅故事啦。1940年嘅6月11號，意大利出動咗超過55架嘅轟炸機，目標咧就係馬耳他嘅港口同埋3座未起好嘅機場。當時英軍唯一可以用嘅防禦火力就係港口入面戰艦嘅艦炮同埋一啲陸地上嘅高射炮。
由於開戰嘅第一日，英軍喺馬耳他上面咧係冇任何嘅戰鬥機，所以島上面係冇一個空中攔截嘅能力，意味住意大利嘅戰鬥機可以自由咁樣出入馬耳他嘅領空。但係幾日之後發生咗一件有趣嘅事，皇家空軍嘅指揮官福特斯梅納德喺點算物資嘅時候，發現咗一啲之前由航空母艦留低咗嘅木箱。拆開咗啲木箱，發現入面竟然有幾架未組裝嘅角鬥士雙翼戰鬥機。呢一啲飛機咧係1934年設計，單座單引擎，機翼係上下重疊。去到1940年嘅時候咧，已經被視為係一個過咗時嘅機型。角鬥士戰鬥機最高嘅時速淨係得257英里，同意大利用緊嘅現代單翼機相比咧係明顯落後㗎。但係有總好過冇啊！喺冇現代戰鬥機嘅情況之下，佢就成為馬耳他英軍嘅唯一選擇。梅納德就即刻命令地勤人員組裝呢一啲飛機，最終咧係組裝咗6架，但係零件有限，淨係同時之間咧可以派3架升空，其他嘅3架淨係用嚟拆零件嚟維修嘅啫。呢一個臨時嘅戰鬥機小隊就俾後人稱為哈爾法戰鬥飛行中隊。喺冇任何外援嘅幫手之下，呢3架舊舊地嘅雙翼機咧就成為咗馬耳他唯一嘅空中防線。當意大利戰鬥機嚟到嘅時候，當地居民岳高個頭就見到呢3架戰鬥機衝向成群結隊嘅意大利戰鬥機中隊。由於飛機嘅造型獨特，馬耳他人好快就認得佢哋，仲幫佢哋3架飛機改咗3個名，分別叫做 Faith、Hope 同埋 Charity。根據後來嘅記錄，呢一個角鬥士戰鬥機中隊喺交戰嘅時候咧，擊落過幾架嘅意大利飛機，亦都強迫到佢哋嘅轟炸機編隊投彈失敗或者提前翻屋企啊！經過多次嘅空戰，淨係得1架飛機咧係俾人擊落過，係呢一個中隊唯一嘅損失。呢3架戰鬥機嘅出現啊，令到島上面嘅居民第一次感覺到咧自己唔係完全孤立噶，係一個好重要嘅士氣 buff 啊！去到6月中，12架皇家海軍嘅劍魚式魚雷轟炸機由法屬嘅突尼西亞走咗出嚟，馬耳他嘅皇家空軍咧，終於有攻擊意大利艦隊嘅一個能力啦。去到7月初，英國亦都喺白眼巨人號航空母艦嗰度派咗一啲先進嘅颱風式戰鬥機增援馬耳他。雖然係咁，但係馬耳他都一直捱打，直至去到1940年嘅11月，終於有轉機。時間就要講返到1940年嘅10月，當時英國嘅海軍部已經諗住點樣針對意大利嘅主力艦隊進行一個先發制人嘅攻擊。佢哋嘅偵察機喺11月9號確認咗所有嘅意大利主力軍艦都停泊咗喺塔蘭托港入面，包括2艘最新嘅軍艦利托里奧號同埋維內托號，仲有唔同大大小小嘅舊式戰艦、補給艦、運輸艦隻等等。呢一個情報啊，令到英軍嘅高層即刻批准咗一個叫做 Operation Judgment 嘅突襲行動。1944年嘅11月11號嗰一晚，航空母艦光輝號喺馬耳他海域東南岸行到去意大利半島嘅外海。喺夜晚嘅8點35分，第一批嘅飛魚式轟炸機就喺光輝號上面起機。飛魚式轟炸機咧係好穩定同埋好可靠，亦都可以好低空咁樣飛行，精準咁樣抌一個魚雷出去。對於船隻嚟講係非常之致命嘅。英軍嘅機師首先就用照明彈照光咗成個港口，再低空俯衝咁樣投擲水雷，成功命中咗3隻戰艦。其中利托里奧號同埋杜利奧號咧受到嚴重嘅損傷，卡沃爾號亦都入咗淺水區度擱淺。去到午夜之後，第2波攻擊亦都打中咗多隻嘅戰艦，令到意大利艦隊癱瘓咗1/3嘅主力，有大概700人死傷。塔蘭托戰役之後，馬耳他嘅戰略地位再一次被英軍肯定，佢哋開始唔再當呢一個島咧係一個防禦嘅要塞，更加係一個對地中海啦同埋北非進攻嘅前進基地。由1940年嘅秋天開始，英軍咧大規模咁增援，調派咗唔少嘅颱風式戰鬥機啦、威靈頓式轟炸機，仲有新特蘭式水上偵察機，同時亦都泊咗唔少嘅潛艇喺馬耳他嘅港口。馬耳他由一個受困嘅孤島，慢慢變成對軸心國補給線嘅致命威脅。1940年9月，意大利喺北非進攻埃及嘅戰利
失敗咗。英軍呢就即刻展開一個叫做羅盤行動嘅反擊，俘虜咗超過10萬個意大利士兵，令到意大利空軍要由西西里去到北非支援，變相係減輕咗馬耳他嘅空襲壓力。英軍亦都有時間重整佢哋嘅防禦戰線。同阿爾巴尼亞希臘嘅戰役一樣，意大利嘅鑊要由德國嚟補。為咗確保北非戰線嘅補給啦，德軍嘅最高空軍司令部喺1941年嘅1月調派咗第10航空軍團去到西西里，準備對馬耳他展開一個系統性嘅空襲。呢個部隊咧係由漢斯去指揮嘅，佢嘅主要任務係打擊馬耳他嘅港口設施啦、皇家海軍嘅艦隻同埋皇家空軍嘅機場。1941年1月10號，光輝號航空母艦喺西西里島外海俾德軍大規模空襲，德國轟炸機嘅6個炸彈打中咗光輝號，令到佢嘅艦體咧嚴重受損，有126人陣亡咁多。光輝號壓下咁樣入到去馬耳他大港，諗住進行維修啦，但係之後嘅12日啊，德軍試圖徹底摧毀光輝號，所以咧馬耳他嘅大港受到咗幾十次嘅空襲。光輝號雖然中咗好多彈啊，但係佢又好嘢，壓下咁樣咧離開咗馬耳他，去到亞歷山大港，之後再輾轉去到美國咁樣維修，好快咧又再一次喺戰場度出現。但係馬耳他咧就冇咁好彩啦。自從德國空軍接手之後咧，佢嘅轟炸規模啦同埋精準度都係勁過意大利空軍好多噶。佢嘅攻擊目標集中咗喺大港嘅船塢設施啦、燃料庫同埋補給倉庫。停泊喺港口嘅軍艦同埋商船呢，亦都係佢哋想打嘅目標。喺1941年初去到4月，德國空軍呢發動咗超過200次嘅大規模空襲，投擲咗2500噸嘅炸藥，令到港口區同埋工業區受到嚴重嘅損毀，碼頭設施爛咗超過一半，大部分嘅船塢都只可以用人力繼續維持部分嘅運作。除咗港口區之外啊，民生區域亦都被德軍嘅空襲波及到，有超過2000棟嘅房屋俾德軍炸毀咗，7成嘅教堂變成廢墟。空襲咁樣持續，市民開始唔夠防空洞去避難。政府曾經請過2000個礦工啦，同埋石匠去起一啲防空洞，但係永遠咧都趕唔及空襲嚟嘅強度。空襲嘅另一個影響就係造成島上嘅物資超級短缺。由於軸心國喺地中海掉咗超過5萬個水雷，英國嘅補給艦隊係幾乎嚟唔到馬耳他嘅。島上面嘅糧食、燃料同埋醫療物資開始變到非常缺乏，居民每日嘅配給糧食亦都係慢慢咁樣跌緊，有啲地區甚至乎出現饑荒嘅跡象。為咗逃避空襲，大部分港口嘅居民呢亦都撤離咗城市，淨係弗里塔已經有超過2/3嘅人口入咗去內陸地區。但係長期糧食不足，馬耳他人呢係好有可能營養不良。嗰陣時嘅嬰兒死亡率啊，曾經一度高達到34.5%。如果再冇補給嘅話，馬耳他島上嘅軍民真係有機會餓到投降。為咗拯救馬耳他人啊，1942年嘅8月10號去到15號，英軍發起咗代號基座行動嘅補給計劃，目標係突破軸心國嘅封鎖，將物資送到去馬耳他。呢一隊護航艦隊喺德軍不停騷擾之下，最終都可以突破封鎖，去到馬耳他港口。基座行動為馬耳他帶嚟咗11500噸嘅燃料，足夠支撐島上面嘅軍艦啦，同埋機器運作。而另外亦都有32000噸嘅民生物資，包括麵粉、米、罐頭、糖、咖啡同埋食用油，足夠島上嘅軍民1個月嘅飲食啊。另外亦都有幾百架嘅坦克啦，同埋軍用補給車，增加咗島上嘅防禦能力之餘，最重要仲係帶嚟咗藥物、急救用品同埋其他嘅戰時物資。喺基座行動嘅護航過程裏面，艦隊係多次受到德意聯軍嘅猛烈空襲，航空母艦英號咧更加係被擊沉，超過160個船員陣亡。無畏號同埋多艘嘅驅逐艦、巡洋艦、運輸艦亦都損失慘重，但係整體嚟講咧，都成功拯救咗馬耳他嘅軍民。喺馬耳他補血之後啊，德軍亦都可以話係大勢已去。咁你又可能問啦，
點解軸心國淨係轟炸唔直接登陸呢？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其實早喺1930年代，軸心國咧已經諗咗一個登陸馬耳他嘅計劃。1942年，希特拉同墨索里尼咧亦都批准咗呢個計劃，就叫做大力士行動。喺計劃入面，德軍咧首先會派29000個傘兵，坐住唔同嘅運輸機啦，同埋滑翔機空降到島上面。而喺海上面登陸嘅部分就由意大利負責。意大利計劃總共動員7萬個士兵，主力會喺馬薩克洛克灣度登陸，亦都會喺其他地點度扮登陸，分散英軍嘅注意啦。當第一波部隊控制咗馬耳他嘅沿岸之後，增援嘅部隊就會運送一啲重型嘅火炮同埋裝甲上岸。為咗確保登陸行動順利進行，計劃入面意大利海軍咧仲會調派幾艘嘅軍艦護航，亦都會用潛艇去偵測啦，同埋攔截英軍嘅軍艦。咁聽落都幾穩陣啦，點解唔搞呢？原因就係優先次序嘅問題，同埋義軍嘅能力問題。1942年嘅上半年，北非嘅戰局非常之緊張，軸心國係唔夠兵力搞咁多個地中海嘅戰區。德軍嘅主帥隆美爾就主張集中兵力喺北非，反對分兵去打馬耳他。而空軍元帥戈林亦都擔心散兵嘅行動會好似克里特島咁樣，令到德軍嘅散兵係損失慘重。所以佢哋兩個對於大力士行動亦都係反對嘅。而希特拉亦都見到意大利海軍係幾咁廢啊，就唔係太過放心，所以咧就不停咁樣推遲呢個登島計劃。喺呢15、16之際，英軍已經透過基座行動增援咗馬耳他。馬耳他島上面嘅部隊已經增加到26000人，亦都有強大嘅裝甲、坦克同埋火炮支援。而且英軍亦都喺有機會嘅登陸地區嗰度加強咗防禦工事。由於失去咗先機，所以大力士行動一直都冇實行到。馬耳他唔單止成功防守到呢一個唔會沉嘅航空母艦，亦都對北非戰場產生咗重大嘅影響。島上面嘅潛艇、轟炸機不停咁樣串擾軸心國嘅補給路線，影響咗隆美爾嘅後勤，令到北非軍團喺阿拉曼戰役之前失去咗大量嘅補給同埋燃料，最後逼到隆美爾撤退，奠定咗盟軍喺北非反攻嘅基礎。1942年嘅4月，喺轟炸得最勁嘅時候，英皇佐治六世就頒咗全島居民一個佐治十字勳章，表揚馬耳他嘅軍民喺持續轟炸同埋資源缺乏之下，仍然保持住勇氣、忠誠同埋充滿耐力嘅表現。咁呢個勳章喺邊一度呢？當然就唔會一人派一個，然之後俾你世代相傳啦。呢個象徵住全島嘅光榮，最後係入咗去馬耳他嘅國旗呢一個位呢一度啊，成為咗佢哋民族認同嘅重要象徵。咁但係真實嗰個勳章喺邊一度呢？就係喺弗里塔嘅聖艾爾莫堡呢一度啦。佢而家係馬耳他國家戰爭博物館，館入面嘅展覽時限呢係由青銅時代去到2004年嘅，但係佢嘅核心主題就當然係聚焦咗喺馬耳他二戰期間嘅關鍵角色。入面除咗佐治十字勳章嘅呢個展品之外呢，仲有2個展品呢都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睇下嘅。一個就係羅斯福總統嘅吉普車，呢架吉普車喺之後嘅西西里島登陸行動上面呢係非常之重要，象徵住馬耳他作為戰略據點反攻歐洲嘅作用。而另一個展品呢，就係呢一架角鬥士戰鬥機 Faith 啦。館入面咧仲收藏咗唔同時期嘅軍事文物啦，包括聖約翰醫院騎士團嘅盔甲同埋武器，仲有英國殖民時代嘅軍事裝備。咁馬耳他嘅故事咧就暫告一段落啦。睇完3集之後啊，你會發現馬耳他嘅開局同香港其實好相似，但係結果啊，不論係二戰嘅時候啦，定係戰後解殖之後咧，都唔係太一樣啊。咁會員咧仲會有一集係講馬耳他醫院騎士團嘅故事嘅，中意嘅話咧記得加入我哋 YouTube 或者 Patreon 嘅會員啦。咁今日嘅故事就嚟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